一起来赞美他。在开始我们讲到之前，我们再次来做一个祷告。我们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的慈爱再次吸引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当中，一起来敬拜你。主，透过我们今天早上所唱的诗歌，我们所看的圣经，我们所听的讲道，我们所奉献的每一件事情，都求主你来悦纳，也求主你帮助我们，在这新的一天，你赏赐你新的恩典、新的恩膏、新的力量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。也祝福我们今天早上，真的因着你的话语，因着你的同在，再次得着重新的力量。将以下时间全然交托仰望，求主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将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，叫做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个问题呢？只要当一个孩子出生还小的时候，他就会开始问这个问题了：为什么这个可以吃？为什么这个不可以吃？我可不可以玩这个？为什么不能玩这个？我为什么不能说这个？为什么我不能拿这个？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，我们很常要问为什么。就算你不是小孩，你就算现在是大人了，你也还是会很常问为什么这三个字。但是，特别是小孩很喜欢问为什么，因为对小孩来说，他的世界非常的新奇，对他来说，他的世界是可以不断的去探索的。前几个礼拜有一个主日学的小朋友问我一个问题，我到现在也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。这是一张图片。米开朗基罗所画的图，所做的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艺术，给大家观察一下，你在这个图片当中，你所看到的是什么东西？给大家观察一下，就是这个我们虽然很熟悉了，不过你再认真看一下，你在上面你观察到些什么？我刚说几个月前有个主日学小朋友问个问题，他问我说：“牧师，亚当有没有肚脐？”他问我亚当跟夏娃有没有肚脐？为什么他会这样问？亚当跟夏娃是，亚当是泥土造的嘛，然后夏娃是肋骨取出来的嘛，所以他们不是从妈妈的肚子生出来。所以那个小朋友问我说：“那牧师，他们有肚脐吗？”哇，这个是一个很难解的问题哦。如果等一下礼拜结束，你有想到答案再告诉我，好不好？再可以告诉那个小朋友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每个人都在问问题。小朋友有小朋友的问题，我们大人有大人的问题。但是你会发现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，特别我们在学校，我们所接受到的一些问题的答案，好像常常是制式化的，1就是1，2就是2，3就是3，A 就是 A，B 就是 B， 好像很少有一些可以转圜的余地，或者是有一些可以改变的空间。好像这个世界一定被限制在某些答案，好像才是对的，或者是被限制在某些答案，好像才是正确的。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老师分享他在批改他的他的学生的作业。我们来看看这个到底是对还是错哈？有一个题目叫写出相反字。那大家知道左的相反字是什么？右嘛，对不对？上的相反字下嘛。这个小的相反字是什么？大。来的相反字去嘛。好，但是你知道这个小朋友写出相反字哈，他写的相反字是，但是有错吗？好像也没有错哦，好像也没有错。好，另外一个老师他分享，他这个题目里面有一题要造句，造句的题目叫得意。OK， 那我们看这个孩子他怎么造得意这个词哦。我妈妈每天煮菜的时候都用得意的一天沙拉油。好像也没有错吧？好像也没有错，对不对？但是老师把它圈起来，然后其实另外一题老师也打叉，小朋友就问为什么啊？对啊，相反嘛，我把左反过来嘞，然后得意的一天啊，好像没有错，对不对？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好像有很多的问题，它的答案好像不见得是只有一个，甚至是我们会凭空想象出一些不一样的答案。当然，这个可能有解决的方式啊。就是老师可能告诉他这个题目真正在讲什么，以至于他可以去修改。但是对我们生命的问题，我们特别在信仰当中所遇到一些冲击，不见得每一个都有办法被修改，或者是每一个都有办法那么容易的被解决掉。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人物，他叫约伯。约伯他圣经描写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，然后他有非常多的财产，然后有非常多的儿女。但是有一天，他遇到一个非常大的灾难，他的钱财没了，他的儿女也没了，甚至他身上也长了烂疮。于是他有3个朋友来，
有3个朋友来，他们不仅没有安慰约伯，而在约伯的旁边一直告诉约伯说：“为什么你会这样子？你是不是让上帝生气啦？或者是你的儿女是不是没有做好的地方啊？所以导致这样的结果。”在约伯的当下，他应该很问号啊，就是为什么我遇到这样的事情？但是对于他旁边来的3个朋友，他们也试着在帮他找答案。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，特别当我们生命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也不停地找答案。上帝，你为什么让我现在这个时候遇到这件事情？上帝啊，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不是他？为什么是我在这一件事情当中跌倒了？我们也不停地在问。特别当我们遇到生命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更不知所措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《哈巴谷书》，这个先知哈巴谷他生活的年代是在犹大国已经算是末期了，整个国家已经走入一个非常败坏的时刻。特别他在一个约西亚王跟约雅敬王服侍，但是这个约西亚王很特别，这个约西亚王当他在带领这个犹大国，事实上他有想要去改变这个国家，带领国家再次回到上帝面前，重新守律法、守节期，但却没有想到这个国王很年轻就过世了，以至于整个国家后面的整个几个王又把国家搞得非常的糟糕。圣经描写说，后面这几个王都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。以至于整个国家好像看上去要到一个可以改变的时刻，但没有，突然又像溜滑梯一样，变成了非常糟糕的结果。而且刚刚的经文你会发现，先知在描写当时的社会不公义，坏人欺压好人，然后这个敬拜偶像，国内非常的动荡不安。而且当时他们原本最大的敌人亚述帝国，虽然看似好像渐渐的要结束掉了，要渐渐的走向衰败，但是另外一个更强盛的帝国叫巴比伦帝国，它又再一次的要兴起了。所以先知哈巴谷在面对周围的环境不断的变化，不断的改变，所以他的内心非常的忧伤，甚至也非常的疑惑。于是他向上帝提出了很多的问题：上帝啊，你为什么不看我们？上帝啊，你为什么不救我们？上帝啊，你在哪里？上帝啊，你怎么安静都不回答我呢？他看见他的内心看见这样他所处的世界非常的哀伤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其实有时候我们看我们这个社会，我们国家，甚至你有时候看你自己，看你的家庭、你的工作，你所做的一切，有时候你会觉得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有时候你内心也可能感到一个疑惑，感到一个忧伤。我明明好像做得还不错啊，我明明好像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啊。但为什么我还是经历到这样的事情？我们也不断在问，我们也不断在向神说：“神，为什么？”当我们将要再次透过先知哈巴谷，上帝给他的启示，以及上帝跟他的应答，我们再次学习，也盼望给我们一个新的提醒。当我们在问为什么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问为什么的背后是谁在带领，问为什么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方式让我们可以去面对。第一个，我们来看哈巴谷为什么问为什么。先知哈巴谷在当时候，他在困境当中大声的呐喊。我们刚刚所看的经文，刚刚投影片没有特别的秀出来，不过我们再一次看哈巴谷书第1章2到3节。哈巴谷对上帝说：“耶和华，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，要到几时呢？我因强暴哀求你，你还不拯救。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？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？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，又起了争端和争斗的事情。”哈巴谷一直在问，他问上帝说：“上帝，我向你祷告，但你不听呢？要到什么时候你才要听？上帝，你看我们这国家快毁灭了，里面的百姓有够糟糕的，你为什么还不拯救我们？上帝，你为什么看着这些邪恶事情不断的发生，然后你置之不理呢？”哈巴谷不断的埋怨，不断的问，甚至我们刚刚读到第13章，哈巴谷说：“上帝，你是眼目清洁的，不看邪僻的，不看奸恶的，你也行诡诈的那些人，你为什么看着不理呢？你看到恶人要吞灭比自己公义的，你为什么静默不语呢？上帝，你在做什么？上帝，你在哪里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为什么不做一些事情让我们看看？”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，他说：“上帝，你不应允，要到几时？”
不应允，它在原文的意思事实上就是不听。哈巴谷说：“上帝，你怎么都不听啊？”你看，我们刚刚读了和合本，他说：“上帝，你不应允。”现在中文就是说：“我要呼求多久啊，你才要听？”第一堂的时候，我们在看现代台语，他就说：“你无听要偌久啊？兄弟啊，你无要听，上帝你不听要多久？”而且不止如此，你看哈巴谷埋怨还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上帝啊，你不理我们多久？不理原本的意思是沉默。上帝，你就这样安静吗？上帝你就不说话吗？你怎么可以看着奸恶不理呢？你怎么可以容忍这些坏事呢？你那不被吵嘞？上帝你在哪里？上帝你在做些什么？”哈巴谷看见当时的社会非常的纷乱，刚经文也描述到，他说是一个罪恶，充满毁灭，充满强暴、暴力的事情，非常多的争端，非常多彼此相斗的事情不断的发生。哈巴谷内心当中也不能理解啊，为什么我的国家变这样，我的社会变这样，我的生活变得一团糟。甚至我们看到刚刚的经文，上帝说我要差遣那个强盛的人，叫做巴比伦人，我要来惩罚以色列。哈巴谷觉得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出现比以色列更糟糕的人来惩罚我们？哦，我们真的很糟糕，就是以色列人，我们真的很糟糕，我们这个拜偶像，然后我们不行，没有做上帝喜悦的事情。但是上帝怎么可以派一个更糟糕的？怎么可以派那个这么邪恶的来毁灭我们？而且上帝你怎么连这一句话都没有说？你也没跟我们解释啊，为什么是派他们来？所以我们再一次来看一下，整理一下为什么哈巴谷他要大声的呼求。第一个就是他是一个先知，先知要传达上帝话语的人，希望他的百姓这些国王可以听，以至于整个国家氛围可以改变。但是他发现，这个百姓没有变啊，国家没有变，所以他看到这样罪恶的事情不断的发生，他很苦恼，而且他也不明白，上帝为什么你不出手呢？你看你的子民，然后你的国家已经变这样了，上帝为什么不出手？上帝好像毫无反应呢。而且他第二个看到他是上帝怎么可以用巴比伦人来毁灭我们？上帝好像似乎在祝福那些坏人呢。上帝，如果你要惩罚我，你就来惩罚我们就好啦，我们是你的子民哎，你为什么叫比我们更坏的来惩罚我们？这样你是不是在祝福那些坏蛋，祝福那些巴比伦人？所以哈巴谷在那个时代当中，大声的呼喊，大声的喊叫：“神啊，你在哪里？神啊，你不听吗？神啊，你真的不理我吗？我祷告了很久哎，我等了很久哎。神，你到底在哪里？”事实上，在这个时代当中，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大声呐喊；在这个时代当中，我们也不断的疑惑，甚至我们也不断的在担忧。事实上，为什么这件事情不是哈巴谷疑惑的？不是哈巴谷疑惑的。我想，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、或大或小，我们都有一些为什么？我们都有一些我们带着自己的疑惑，带着一些困惑。为什么？有时候甚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所经历到的上帝也让我们不明白：神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神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你不是爱我的神吗？你不是赐福给我的神吗？你不是保护我的神吗？你不是看顾我的神吗？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哈巴谷那个时代在问的，我们这时代仍然在问：为什么要疫情？为什么要战争？为什么缺水？为什么蛋这么贵？为什么什么东西都要涨？为什么我的工作有问题？为什么我的家庭遇到问题？为什么我自己有遇到很多的问题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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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不是哈巴谷在问，这个时代的我们也在问。事实上，圣经当中不止哈巴谷也在问为什么，连耶稣也在问为什么。上个礼拜我们才刚经过受难周跟复活节，如果你还有印象，在受难周的那个礼拜五晚上，有一出戏剧，我们的金井小组长他演耶稣，非常辛苦的爬到这个台前，最后说了一句话：“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连耶稣也这么说，连耶稣也问为什么？连耶稣也在问为什么？上帝，你为什么放弃我？不仅是哈巴谷问，
不仅我们问，事实上连耶稣也问了：为什么？这个时代我们仍然不断的在问。但是我们再回到一开始我们说的约伯这个人，约伯这个人他的3个朋友，我们刚刚说约伯失去了一切，但他3个朋友来到当中，好像没有解决到约伯为什么的这个问题。这3个朋友来也没有安慰到约伯，这3个朋友来到约伯旁边，他们反而是在帮约伯找一个为什么的答案。所以这些朋友来他们旁边跟约伯说：约伯，你想想看哦，你是不是有让一些无辜的人受伤害了呢？你是不是有一些做犯罪的事情？或者是你的儿女是不是犯罪了，所以你的儿女就丧失了生命？还是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贫困的人就没给他水喝，肚子饿了也没给他东西吃？你看这些人在帮他做什么？试图在帮他的问题找一个答案。甚至他们在这些问题给答案的背后，他们尝试在取代自己是上帝。他们帮约伯说：你遇到这些事情，可能是你犯罪哦，所以上帝不喜欢哦。你遇到这个事情啊，你可能是你的儿女犯罪哦，所以上帝不喜欢哦。可能是你以前做过什么小事，上帝不喜欢，所以惩罚你哦。但是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没有帮助到约伯，甚至好像也没有办法真的了解到这些事情背后真实的意义。我们当然可以提出为什么，耶稣都可以提出了，先知都可以提出了，我们也可以提出我们的为什么。但是重要的是要把问题带回到上帝的面前，而不是随意的找答案。在这个时代当中，我们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我们时常把问题带到人的面前，带到我们熟悉的地方，带到我们所依靠的，而不是带到上帝的面前。耶稣刚刚在十字架最后虽然说：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但是前面耶稣说：我的上帝呀！他仍然把问题带回到上帝的面前，在上帝里面求，在上帝里面问。在这个时代，我们都问为什么，但为什么之后呢？我们去哪里寻求答案？我们是自己成为上帝像约伯3个朋友说：那你可能就是这样哦，你可能就是做这些事情哦。还是我们再一次的愿意回到上帝面前去寻求答案呢？哈巴谷书的1章12到13节，我们看见哈巴谷做一件事情。他虽然在埋怨，不过他说：耶和华我的神，我的圣者，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？我们必不致死。耶和华，你派定他要刑罚人。磐石啊，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。你眼目清洁，不看邪僻，不看奸恶，行诡诈的，你为何看着不理呢？哈巴谷在抱怨，哈巴谷在疑惑，但是他仍然知道上帝的真的身份是什么。他仍然在他的抱怨，在他的埋怨当中，很清楚知道上帝仍然同在。所以他才说：上帝啊，你不是从以前到现在都在的吗？上帝啊，你是至圣的神，你是我们的上帝。上帝啊，你是我的磐石，上帝你是我的避难所。哈巴谷没有在他的抱怨当中就一直叽里呱啦，然后一直讲说：上帝啊，怎样。他还是很清楚知道上帝在他生命当中所占的位置是什么。他还是把他的问题带回到上帝的面前。有时候我们在信仰当中会挣扎，有时候在信仰当中我们会怀疑，我们不解。但是有时候比起表面的宗教的行为，这样子的方式反而表现出跟上帝有更亲密的关系，有更加合宜的关系啊。哈巴谷对上帝的作为有疑惑，有埋怨，也有不解，但是很重要一点是他仍然紧抓住上帝。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仍然紧抓住上帝。他知道，就算在他的不了解当中，在他的为什么的背后，还是有这么一位的神在这个背后在掌权啊。罗马书8章28节，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保罗写到万事都互相效力，而且说到是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。每一件事情，上帝的心意在。当我们提出为什么时候，
别忘记上帝的心意难在。这个时代，我们仍然不断的在问为什么，很多事我们仍然没办法解决，我们不知道。但不要忘记，有这位神仍然与我们同在，把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前，如同哈巴谷所做的。但是有时候，上帝可能会给我们出乎意料的答案，如同哈巴谷，上帝也给哈巴谷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。第1章第5到第6节，上帝跟哈巴谷说：“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的惊奇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，我行一件事情，虽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，我必兴起加勒底人，就是巴比伦人，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，通行遍地，占据那不属于自己的住处。”哈巴谷一直跟上帝祷告，上帝你不听，上帝不回应。好了，上帝说：“我回应你了。”但是上帝给的回应却是什么？我要派巴比伦人来消灭你们，绝对超出哈巴谷的想象。哈巴谷可能是想说，那上帝可能是立一个新的国王，或者是上帝要来亲自来处罚以色列人，但却没有想到上帝给他的答案不大一样。上帝回答哈巴谷了吗？回答了，但是代表上帝没有坐视不管，上帝没有掩面不看，上帝也没有沉默，上帝还是有说话。但是上帝好像也没有直接解答哈巴谷的疑问，甚至也没有安慰到他。上帝的回应跟哈巴谷所祈求的完全的相反。他应该是希望国家可以太平吧，希望百姓可以悔改吧。但上帝说：“好了，我回答你喽。”但是却是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。上帝有时候回应我们的方式，有时候跟我们期待的结果并不一样相同，甚至是超出我们所想象的。上帝回应我们，但是上帝有时候回应我们，跟我们期待的有时候可能不一样，甚至是我们意想不到的。但即便如此，上帝仍然回应了哈巴谷，甚至让哈巴谷看见了他的心意是如何。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文学家叫 C.S. 路易斯，他人生当中遇见了非常多的苦难，有遇见了非常多的挑战。当在面对人生的一个非常大的苦难挑战后，他说，在安逸当中，上帝的声音显得微弱；在患难当中，上帝的声音分外的嘹亮。他说，人处在一个非常安逸的当中，不会注意到上帝的声音，但是实际上，在患难困苦当中，上帝的声音事实上是更加嘹亮的，让你知道上帝是一直都在。上帝其实一直都在。只是，确实，有时候上帝给我们的方式，让我们所领受到的，让我们所感受到的，好像不见得跟我们所想象的。事实上，上帝没有改变环境啊，上帝没有改变哈巴谷当时的国家的状况，没有改变整个氛围，甚至超出哈巴谷的想象。但是，上帝用一个方式，他是要改变哈巴谷。让他学习如何去回应那个环境。上帝没有改变环境，甚至是超出他所祷告的。但重要是上帝要让他去学习回应那个环境。如同这几年过去2-3年的疫情，疫情不断的变化，我们也在试着如何跟疫情相处。我们不断的有新的疫苗，不断有防疫的政策，不断的去对抗这个病毒。直到如今，事实上病毒还是存在啊。我们好像没有无力去改变那个环境，但是我们是在做的是不断的去回应这个环境，以至于我们可以适应。我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有时候也觉得啊，好像我现在所处的环境不是那么容易的改变，我现在所遇见的困难、遇见的挑战就是这么大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让我们学习到一件事情，有时候是让我们去回应那个环境。有时候让我们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再一次去找着上帝的心意是什么。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，先知也如此说：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，我的道路也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上帝说，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也不是你的道路。有时候出乎我们的意料，但上帝仍然有最好的安排存在。
信仰并不是帮助我们就完全的摆脱、完全改变我们所遇到的难题跟这些困难，而是帮助我们有力量去面对苦难的勇气跟力量。信仰不是帮助我们就好像这个接受这个信仰，什么就没事了，完全都没事，而是在苦难当中，在遇见挑战，在你在问为什么的时候，你仍然得着勇气，得着力量去面对。特别是当面对出乎意料的答案，神还是给我们足够的勇气跟力量去面对。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，有些事情也真的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，甚至超乎我们的意料之外。但是在这个时代当中，我们也学习在困境、在困难当中不断的等候，甚至不断的来看见上帝的心意是什么。其实先知哈巴谷他表现的态度，有时候也跟我们祷告有点类似。有时候我们祷告会向神求一些事情，我们都会希望可以马上看到成效，我们都希望可以马上看到有效果就出现了，或者是希望在上帝你真的照我的心愿来成就。神啊，我祷告这个就希望照我的方法来完成哦。神啊，希望你赶快在这个期限内让我可以看到结果。哈巴谷不断的问，他也不断的求神啊，赶快让我看到，神啊，赶快让我看到。但是却没想到，上帝让他看到的时候，让他听到的时候，好像跟他也不一样啊，跟他所想的也不一样。这个时代当中，让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件事情，是在困境当中，在问为什么的时候，我们还仍然有一颗等候的心，而且是愿意去等候的心，愿意回应的心。当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他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，他跟神说：“父啊，你若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。然而不要照我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”耶稣又再次问神啊：“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是我要尝这个苦杯？”但是最后耶稣说：“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”希伯来书第5章第7到8节，特别是第8节，他说：“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”在这个时代当中，事实上不断的考验我们有没有一颗等候的心，有没有一颗顺从的心，有没有一颗愿意回应的心。试试看我们今天只看哈巴谷书的第1章。如果你有机会继续往后翻哈巴谷书的第2章，你会看见哈巴谷做了一件事情。当他在不断祷告、不断寻求之后，圣经描写说，哈巴谷说：“我要爬上瞭望台，等着看上主要跟我说什么，看他要怎么样回答我的诉苦。”于是上帝再次回答哈巴谷，他说：“你要把我启示的清楚的刻在板上，让人一看就读得出来。你要把它写下来。因为实现的日期还没有到，但是时候就要到了。我所揭示给你的，很快就要实现。你也许会觉得太慢，但是等着吧，事情一定会发生，且不延缓。”当哈巴谷不断地在问，上帝再次回答他的时候，上帝告诉他说：“实现的日期还没有到，但是快到了。”你可能会觉得太慢，你可能觉得怎么都没有，但是上帝说：“等着吧，一定会发生。上帝的旨意一定会成全，有他的时间在。”你会发现，上帝没有为他自己提出辩驳，他也没有为自己提出解释，他也没有跟哈巴谷说为什么我派巴比伦人，上帝也没跟先知说为什么你要等，为什么时间还没到。上帝唯有留给哈巴谷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他的答案只有应许而已。只有上帝的应许，上帝说：“我一定会成就的。”上帝说：“我一定会成就的。”等着吧，一定会成就的。在你的为什么当中，上帝会给你答案的。或许不是现在，在上帝的应许当中，他总会给你答案的。在你不明白的背后，不明白事情由来为什么会这样，上帝仍然在背后。在我们长老教会非常著名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高居民牧师，
在当时台湾美丽岛事件的时候，他也受到非常大的逼迫，受到非常大的困难。但是在他面对非常大的逼迫、非常大的困难，他写下了一首诗，这首诗叫做《主的旨意最美善》。这首诗他说：“我求主给我一束的鲜花，但他给我一颗又难看又有刺的仙人掌。我求主给我几只美丽的蝴蝶，但他给我许多又丑陋又可怕的毛毛虫。我震惊，我失望，我哀叹。但经过了许多日子，我忽见那仙人掌盛开许多鲜艳的花，那些毛毛虫也变成美丽的小蝴蝶，飘舞在春风里。上帝的旨意最美善。”当一个受到政治迫害、受到当时代高压的一位牧者，在他面对这么大的逼迫、患难当中，他却写下了这一首诗：“主的旨意最美善。”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这个事物的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有隐藏的一定是上帝美好的旨意。即使面对困境，我们也知道我们不会被上帝遗弃。即使面对困境，我们也知道上帝没有离开我们，仍然享受我们可以跟上帝团契的美好。其实我们都一直渴望得到一个答案，不仅是我们自己生命的问题、家庭的问题、人际的问题、工作的问题、经济的问题、社会的问题、国家的问题、整个世界的问题。我们有太多的问题，我们渴望得到所有的答案，但是拥有上帝的本身，已经取代所有的问题。拥有上帝的本身，就已经取代掉所有的问题。在背后仍然有上帝美好的心意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5章3到5节，他也说：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，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。”在患难当中忍耐，忍耐当中生出老练，老练当中生出盼望，在盼望当中不至于羞耻，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，以及他给我们的慈爱浇灌在我们的内心当中。在这个时代，我们不断问为什么，但不要忘记，拥有上帝的本身已经取代了所有的问题。先知哈巴谷的名字很特别，他的名字是拥抱，是怀抱。再次提醒我们，我们要拥抱上帝的旨意。纵使我们不明白，纵使我们觉得上帝还要多久，但是也让我们学习有没有拥抱上帝的旨意。但是也要记得，在为什么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仍然是被上帝所怀抱，上帝仍然保抱我们每一个人。不要担心，也不要害怕。神说可能还没有实现，但是等着吧，有一天上帝会成就在你生命当中的美好事。可你现在在问为什么？但有一天上帝会给你属于你自己的答案，属于你的美好的回应。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人，在这个快速变动的时代当中，在这个我们永远猜不到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代当中，让上帝的本身取代我们生命当中许许多多的为什么。不要忘记拥抱上帝的旨意，也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上帝所拥抱的人。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阿们的父神，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。主，在这个时代当中，有许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，有许多的事情超乎我们的想象，我们不断的疑惑，不断的问为什么，甚至不断的埋怨。但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在我们问为什么的背后，我们仍然将这些问题带到你面前，而不是随意的猜测，随意的找答案。主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唯有你才是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方向。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正是找着你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美好的旨意，也让我们知道，
主，你是时常拥抱着我们，你是时常在爱我们，时常赏赐你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求主你祝福每个弟兄姐妹，在我们一生的道路当中紧紧的跟随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。这首诗歌叫做《顺服》。